说柴油呢？救不下了，我操，这妈得上新闻啊，这得。应该是。哎呀，我日他妈！哇，太大了吧！我去！我操！这你妈有库吗？这不？我操！哎呦！这四周人，我操！哎呦！我操他妈炸了水槽子！哎呦！我操！哎呦，我日他妈！哎呦，快跑，快跑！两个！你等会儿吧，你别先闹了，咱整个的马都没电了。哎呦，我日他妈！哎呦，有库吗？我操！把你整个的电路都完了。不光电路，这是有库吧？这是我操！谁知道啊？新港，讲啊！我操，吓坏了！给妈老张吓坏了！老张啊，你稳住点啊！我操！那个谁，刘一翔，我在那人没事吧？哪里开不开了？赶紧，